到即摆哦，大家拢已经养成着挂喙暗的好习惯，嘛挡掉真侪传染病。像这个天狗热，去年热天只有12例，啊，这个肠仔病毒的重症的患者，更加是第一届来挂零。也毋过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民众毋敢走病院。 结果去体检到4大癌症的人数，共减少到103万人。像去验这个喙腔癌的病患，就减24.3%，过来是零癌。要提醒乡亲，应该做的检查也是爱做，才袂来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。 这方就是做了反胃。身体若各样，得紧去检查，才当提早发现、提早治疗。不过，国健署的统计煞发现，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，癌症检查的人变少，尤其喙腔癌上济，看诊的人数为60万人降到45.4万人，降24.3%。过来是零癌为86万降到79.9万人，降9.2%。其他亲像大肠癌和子宫头癌同款受到影响。乳癌部分下降的比较严重的部分呢，国民健康署还是提醒45岁以上到未满70岁的妇女，以及40岁以上未满45岁具有乳癌家族史的妇女，每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检查。 着零癌的患者变多，已经真做是查某人癌症发生率头一名。除了疫情，女性嘛可能因为歹势，发现各样唔敢讲出嘴，影响到治疗的时间。有蛮多病人他会之后来筛检来检查的时候会说，其实我已经半年前就摸到了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一直不敢来医院，尤其是比较私密的地方，所以一直不敢来。那 甚至有的人他放到肿瘤很大颗都吃出来了。医师提醒，你的人若是有感觉定定的所在，就要紧去医生检查。虽然癌症体检的人数因为疫情降低，不过嘛因为民众喙暗拢挂条条，传染病确诊的人数冇减少。亲像天狗热，去年热天刚有12例，啊肠仔肚的动静都无人出现。不过医师嘛烦恼，疫情放凉了后，恐惊会变大流行。如果这个感染症是有疫苗可以打的。 那我们就是大家要尽量去打疫苗。如果没有疫苗，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哈。比如说肠病毒你没有疫苗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。疫情稳定，互民众加较放心。不过面对癌症和别的传染病，就袂当大意。若是有同款的情形，嘛是要紧去医生做检查，才袂去耽误着治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